黄光维，古都木偶戏剧团创办人，从小就是一个布袋戏迷，常常窝在庙口看布袋戏。被老师傅相中后，13岁开始当学徒，一直到17岁那年正式登台。我记得以前比较好玩，就是出去塞兄弟一大堆啊，然后有时候打一打帽子飞出去，要赶快捡回来啊。因为 live 的表演就是没有停下来的，所以你遇到什么状况就是继续演，然后也曾经遇到那种讲话讲到一半，然后头掉下来，把不安，然后回来被骂得要死，因为那头要固定好掉，不演出来 lucky， 演出 lucky 就是所有人都要假装没这回事。我记得我有被打过好几次，那头卡的呆了呀，可是也不错啦，现在回想起来也不错，就是在那个压力之下你想要不被骂，只有一种方法，就是不要出错，不要出错就不会被骂。所以后来我其实算学得蛮快的啦，就是到17岁，我就开始也卖鼓来讲口碑。会记第一开咧讲口碑的时阵那手是安尼抓，然后忽然间那个逐字稿都写得很明都怕一句漏了就完蛋了。结果忽然间有一句就跳过去念错了，我真的愣在那边愣差不多3分钟。边仔大家一直看，你不得讲话，你讲话啊，讲不出来。后来呢，这旁边还有师傅，就赶快把麦克风拿过来，把这一场戏演完，再丢回来，各耍了。所以传统武戏除了套招对打之外，还要可以翻，这些翻，还可以跳接，这东西传统的部分。那可是当它变成那么大的时候，它没法度跳啊，因为它跟设计是有关系的像我们这个裙摆它是开的，所以当我们往上丢的时候，它就会开。可以看一下这红的脚，这是很明显的3寸金莲，就是以前布袋戏还蛮细腻的。我们所有的布袋戏角色都是以古代的女生做那个意象，所以呢，我们3寸金莲这些动作跟我们现在女性走路动作不可以同款所以我们出场的时候就要有一个亥水袖，挥，腰爱转，腰爱转，那走路走要离开的时候呢，还要回头看一下。这就是咱布袋戏趣味的所在。每一个戏偶在黄光维手中都像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个性姿态各有不同，而信手拈来的拷贝更让人一下子就可以进入他所塑造的角色世界。这个其实就是丑角，那丑角呢，他的个性都会比较活泼一点所以像走路啊什么动作都会比较夸大走路较无正经拢安尼摇3脚跳4脚跳安尼啦这就是丑角。讲话的时阵嘛是会较滑稽一些，脚打边帮头拄布旁，脑啊顾一个叮当，大脚走较无看人这就是丑角。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它就是属于文星。嘛会使做武星灵，但是阮这粒是做这个文星啦，文星咧行路的动作，伊就较斯文，一步一步慢慢啊行，一步一步慢慢啊行，讲托兵士经四通人乘飞行似天空，
文武全在，天下笑，两军定情啊，谁感动啊？哦，讲话就会较有口，较有声。其实布袋戏它的声音转换很大啦，比如讲囡仔出来就有囡仔声，像囡仔讲话呛碰风，无影伊话我敢讲。哈啊，那小段出来就是村民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哦，拢无共款的声音。由于没有家族渊源，当年黄冠伟的布袋戏生涯走得辛苦，但也累积许多表演经验。随着技术日渐成熟，对布袋戏他也有了更多自己的想法，兴起创团的念头。其实我以前就是职业演员，到一团有欠演员，我就去对。好，后来当然就是做久了之后，对于布袋戏有一些新的想法，那我会想要去落实它。可是真正在做的时候，发现要落实一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这么说好了，布袋戏都是家传事业，大家拢是老看棒，拢是爸爸传给囝，还是阿公已经传3代，谁愿意让你有新的想法去尝试？那这个是很冒险的，而且对于一些老团来说，他们资历久了，他们的定位都很明显，所以要改变是不容易。那后来呢，我们才想说，好吧，那自己下来做做看，那换我们自己来组一个剧团。那这个剧团是自己的，所以我们想要怎么玩，怎么去改变，它没有包袱。好，所以当初是因为这样的想法，所以才一股脑跳下来组这个剧团。布袋戏一直在演的东西就是齐秦楚燕韩赵魏，一直演到清朝300年都演不完。可是呢，慢慢的在我们的台湾的市场上，它好像少了些什么，好像拢在应付庙会。应付，介绍关家拢无要紧的，会当做就好。它少了很多的表演艺术的价值。但后来我们才开始去想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可以朝着创作这个概念来发想。好，因为布袋戏这个工艺其实做知道吧？你对红仔头，它就是一个专门的雕刻工艺；红仔衫也是专门有缝制的师傅，然后造型又有造型的师傅，所以它分门别类很明显。那我们属于什么？我们叫做表演。那从表演的定位，像歌手来说，他们可能就要有创作，他们要唱自己的歌，唱自己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歌曲，这个叫原创。那布袋戏也有可能走这条路嘛，所以我们开始去涉猎很多台南的小故事、在地故事，我们开始去发想，然后一出一出慢慢把它建构起来。好，这是我们当初的想法。26岁的黄冠伟在2010年创立古都木偶戏剧团。剧团的宗旨希望秉持着传统、创新、传承的理念，结合科技、动画创新布袋戏，并将布袋戏引进剧场，成为当时台南地方传统艺术演出的一大创举。他也开始创作以在地历史为核心的完全剧场化的布袋戏创作。那其实我们的观点叫做在地。那我们有一个说法是说，其实现在这几年蛮强调，就是越在地才会越国际。那我们要国际化，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把在地的元素大量的释放，这样才是最有效，而不是说咱拄到美国人，咱就来演美国话；拄到日本人，咱就来演日本话。那可能他的文化就会少了语言这块，就会多了一个隔阂。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做的概念就是府城3部曲，从台南的在地故事出发。此地势必造成极大伤亡，忽然间危机兵力往上攀升，日冲当兵数里之外，大家拢在避风空河。就是在我们安南区有一个飞虎将军庙，然后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日本的飞官，然后因为空袭的时候，他飞机被打到，然后就坠机在海尾的东边。那后来被人家盖了一间庙。那个快很公，其实当时我蛮好奇的，就是说，对日本人的印象应该就是
廖添丁啊，然后交8年事件啊、雾社事件都蛮对立的。那三浦茂峰最后被海伟人盖了一间庙，它一定有它的价值，所以当初我们就做了飞虎将军。那也是从那边有一个好的契机，就是说，在102年之前，其实我们还算是一个正在努力找资源要出头的剧团。结果飞虎将军一杀出来，迄年吼，阮去嘉南、去花莲、去云林、嘉义、高雄、屏东，那等于是台湾忽然间我们可以跑到那么多县市，然后又收了很多资源去做表演。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条路是对的。府城传奇就是从飞虎将军演三浦茂峰，近海狼烟，我们就演陈永华，然后再来就是星海迷踪演河滨。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飞虎将军是日本时代，然后近海狼烟呢，它就是明正时期东宁王朝。那更往回推的就是河滨，因为河滨这个人就很奇妙。我们刚刚有讲他就是拿一张水师图献给郑成功，教郑成功袂使对热兰遮城登陆，无遐有大炮，所以你要射过这个北山尾，遐拢无大炮，遐可以当入来，而且还个等大楼。那他怎么有这种东西呢？其实河滨最早就是跟随郑芝龙，在跟荷兰人做生意，然后荷兰人发现他太厉害了，就把他挖过来，换他来当荷兰人的翻译。所以他在台湾住很久一段时间。那也因为这样最后他帮郑成功收商税，然后被荷兰人发现，然后他又被赶走了。然后河滨的走去大陆去投靠郑成功，可是他很不甘愿，就是钱没有着落就是他的财产都被充公了，所以他很想拿回来，所以他2年的时间都在鼓吹郑成功要把台湾拿下来。台就台，不得心冷。呀！府城传奇奠定了古都木偶戏剧团以府城文史为创作题材，透过挖掘在地故事，让更多的朋友们认识这块土地上发生的点点滴滴。整体戏剧不仅要能符合史实的发展脉络，又要能够以全新的方式来诠释。所以透过每个历史人物的形塑，让布袋戏有活灵活现的演出，观赏者也可以更快地感受到布袋戏的魅力。我的悔恨之中，对你这是上大的天罚。其实在台南在台南其实要找灵感很容易比如说我们闲着没事，可能就去对月门那边坐一下然后去享受那个氛围。那有时候就是听听讲座去看看古迹。那古迹也是我们创作的来源之一。举例来说，像我们这个男主角，他叫做陈哲。那陈哲呢，他是明朝的一个统领将军。那他在历史上其实很被遗忘。怎么说呢？在历史的定位上，大家都会说郑成功把台湾拿下来，赶走荷兰人。那其实这一场战役是谁打下第一场胜仗呢？就是陈哲。台南有一个承德剧堂，它是3级古迹，贵体的是陈哲的官邸。所以我们就是透过了解古迹的过程中，去发现还有很多故事是被遗忘的。那也就是说，有很多的历史它是可以被选择遗忘的。那我们就负责把它挖出来，然后透过戏剧的传递，让观众可以更了解一点。那当然戏剧是会有一些改编可能就是像我们这一出戏，我们就会重在男主角跟女主角的分离。他从厦门来到台湾，然后他把他的夫人就丢在厦门。可是当他把夫人接过来台湾之后，他又要响应三藩之乱，又要过去厦门，然后最后病死在厦门。那我们就把这一段故事做一个调整。那其实看起来还不错，大家拢看到目屎流目屎滴安尼。需要的就是咱当家的公益，开往的门，征讨清军。
当然，我们透过编剧的撰写之外，我们也要去爬梳一些史料啊，或者是找一些学者来当我们的戏剧顾问。所以说我们在写的过程中难免要杜撰，可是在杜撰的过程中，这个杜撰会不会不合理，还是歪太多了？那会请一些学者来帮忙哈，来帮我们再收一些。开始呀！杀掉你的行人，好大战无关。你已经中到我的计策路，现在三路官兵将你团团围住，你回头阵也被我军烧毁了，你也快快束手就擒嘛！什么？公演跟庙口戏当然是差很多啦。以庙口戏来讲吼，歌戏跟布袋戏拢是属于我们台湾庙口最普遍的一种表演。那所以它自然有一种演出模式，叫做生戏活做，生戏活做。好，那是安那有这个讲法，就是讲，今仔演员叫来了后，大家伫遮坐，好，咱开始来讲，咱等下吼开场了第一场安那做，来了后接过第二场的时候要做安怎？好，用讲的，直接拢用讲的。讲了等下就要开始啊，没有彩排，没有定位，没有走 Q， 什么都没有。好，这是庙口的方式。但是咱若是剧场，它可能灯都要写灯 Q， 然后随着这些灯 Q 什么时候也要下，它跟剧本都要息息相关。好，所以音乐的 Q 也要准。戏偶就不是随意的走动，你搞不好走到哪一句话，你要行来到这个点徛咧，灯会爬来到底下。好，那可能瞬间它可能是全场全暗，就只留一个 spotlight。好，所以公演的戏跟我们庙口戏真的是不一样。虽然都叫布袋戏，可是它细腻度是差很多的。当初我们想做陈泽，想做陈永华，还是现在想做金娘。其实他每一个考量，我们都是希望让观众可以看到更不一样的布袋戏。那对于我们跟其他剧团的做法，布袋戏通常都是安尼，真暝然后出了一粒小弹，这个算做交代的过啊。好，这个是比较普遍，就是男女的失衡。那我们这几年的创作就比较明显的是，我们去均衡男生跟女生的比例。然后把女性的角色开始放重、放多一点，好，甚至是讲开始把女性的角色做一些我们更深入的讨论。我觉得观众在看戏的时候也在反思，然后也可以想。国都在表演上力求突破，打造出在地故事的非典型新创布袋戏。创团至今，每场大型公演都获好评，并且大量的使用剧场元素来结合布袋戏。引导民众不只是看完一出戏，也能更了解台南这个城市的故事。像我们这几年都已经走到原创歌曲啊、原创剧本，这个都是很扎实的，它还可以留下来。好，等于说，以后我们作品量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或许要变成一个剧本书。好，那我们的歌曲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它可能就是一张合集。可是这个对我来说，我有当时就是因为第一兴趣，第二信念，然后这两个加在东西加在一起之后，它就变成给自己就是愈聊愈轻，就是好像一股脑就有一股力量把自己推着走，然后你就是要做，你就是要做，无论做得好不好，虽然我们都是在小众市场上面去发展，可是呢，至少我们就是常常都为了满足那个看到观众欢喜的时候啊，还是看到足感动你要七八岁时，好有成就感啊！除了大型的公演，黄冠维也积极的参与各项公益活动，跟民众直接做面对面的接触，而透过不断的推广，也让民众对于布袋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与认同。现在更是直接进入校园，当起了社团老师，培育年轻的人才进入传统布袋戏戏剧领域，让传统的戏剧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坦白说吼，咱的布袋戏是一个足好的艺术。它因为市场环境的改变吼，它其实在咱今麦看点庙会表演，它是少了一些艺术价值的存在。那也并不是说它就没有价值，它还是有很多的价值需要人家去发掘啊，或者是我们站在一个立场是办课啊、授课啊、夏令营啊、营队这种方式，去教这些小朋友如何懂得看布袋戏，而不是一直跟他们说啊这个做好你就是来看的店，而且是透过他们的体验，让他们知道，操作起来没有那么简单哦，然后演起来嘛不像你简单哦，那再去跟他们讲解一些看戏的眉眉角角，那他们就会比较知道哦，原来该怎么从一个刚入门的观众变成一个行家的观众。慢慢吼，就到啊，围起来啊，就到啊，安尼拖上久，拖做上紧啦吼，搁试一个吼，举红啊，手抖起来，看你头歪去无？你即摆一只手摕红啊对吧？一只手上空呢，无要紧，咱用安尼练吼，一个拍，就要有闪，吼，有咱去想象讲，拳头啦来的时阵会动嘛。你若有要跳跃，你就是要起哩。我听哭一声，你的头拢看天顶，砖头爱动，有一个安尼的动作。你还是各做伙啊，你手爱开啊。因为我家在做布袋戏，我有蛮兴趣要学这个的，所以我就来参加这个社团。那你觉得在整个布袋戏的演出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部分？就讲口白，还有拿一些超额的东西去那个表演那个一些打武戏那个。因为小时候就经常会看布袋戏，看了就觉得那表演真的好精彩，但又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用，所以想说来接触看看，这样。就是他们到底是怎么用的，然后会想要学一些技巧，就是因为老师也有在很厉害，也会教我们一些动作，所以我们也学到一些技巧了。最喜欢哪个部分呢？走台还有打武戏的时候。为什么？通常打武戏是比较刺激，然后观众也比较注目的地方。你手爱合起来。一个恢复台湾随一年变新游行，邀请以华处所的调人话，这所在我表了规矩在我可小日地湾市在规模局准备地湾市了，主文西华有不同，做下飞罗地方用，马河之乡分定下，手下华工。我想我们学生参加上社团，就是给他各种舞台啊哈。那这几年下来呢，我们已经可以拿到全国的特优。好，那像今年呢，虽然没有拿到特优第1名，但至少我们的表现也让当时的评审也刮目相看哈。所以这样子一个成绩，才短短成立几年就可以拿到全国，这对学生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当然，除了得奖之外，就平常学校的一些表演，包括社区啊，包括国小活动、百年校庆等，我们的布袋戏团都有去做这样表演，让同学更有自信。所以他每次的表演的时候，包括我们之前赖市长、赖院长，他也都会好奇说：啊，这真的是我们学生现场即席的一个演出吗？还是在背后放 CD 卡带这些哈？那我想经过这样子一个演出，包括得奖，对学生来讲，再次的感受到什么叫成就感。今家是你带我来这要做啥物？将军啊，你家己看这本猫簿上面写啥物？害我揭开看来。哥哦，来人啊！喂！我哋中众小兵听讲，准备第2出动，从那上岸你要喷滴丢咯。准备啊！像我们有时候就是
在学校开社团也好，开课后班也好，它很像在开彩蛋。有时候你过了好几个学期，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哦，那这个特别厉害的，他未来就有可能是我们想要把他拉到这个表演圈，让他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表演者。那所以这一点就是很重要。无论他们最后有没有走这一条路，至少他们都懂得布袋戏。那从观众的立场要多一个观众，我们又培养一个观众。那如果有运气好开到彩蛋，我们就多培养成一个表演者。那所以都是有好处的。黄冠维努力创造布袋戏的未来，将布袋戏的美好与剧团努力，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及分享。未来也将持续发展在地历史剧，期望带给观众全新的感受，也带领古都从台南出发，走向更大的舞台，更宽广的未来。